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若是较熟的朋友，请教人几岁，有较有礼貌的用法，就是问人贵家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家读过的家第一条，有一寡地头读做羹。咱知讲家是10天干排第7。10天干分别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，这个癸嘛人读做癸。若讲到家有年纪的意思，另外咱知讲有重家病医，北部是较常听人读做中家、重家，第5条或者是第7条。若南部咱较常听人读做中家，这个文音是读做经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，头一个就是贵家，嘛有人读做贵羹，意思就是较有礼貌问人几岁。第二个词读做羹饭，嘛有人读做羹饭，意思就是饭顿菜。问讲人食什么羹饭，就是问人食什么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阿明想要做因两人的媒人，先介绍因两人熟悉，安排因去餐厅食羹饭。因见面开始咧开讲，礼貌性互相请教对方的名，刷来搁再问对方贵家有一个好的起点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家，有的腔口读做羹，另外文音读做经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